好，我们就一起来念诵了。那么当公布讲别样了，恰在了，看给老者就你真正念的那么大，是不是？今年这个继续设计你给多个来帮子，看到这边正着马日面多东西其实为。周周滚了，估计大致演了出去养点松，路大去着年木年龙来给叫着这在去。马里面是东年牛个，今年就在热天南，去年大金社区打算原点绿洲，开始投入过。就当就你现在大陆面是江北养了的，我妈的把咱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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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的把咱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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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我妈的把它拿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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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看着为谁去？大陆的木明白入谁呢？嘎当电锯雄鹿多把一，老子不被那我在都是。好，我们是上啊，dunja ngama dila level 啊，那上地址上到这里嘛，啊，是吧？地址吧？啊，那说咱前两个做地址吧？啊，今天是吧？钱呢？距离有啥？上嘛了？亚有的呗。距离有啥长嘛了？有啥长嘛？亚有的呗。有的，有的，那位距离那啥长嘛？亚有的，那位距离那啥长嘛？亚有的，哎哎，肉怪怪的嘛？啊，这一句吗？哦，这边的中文，这边是要交换是吧？对，有古诗和古的，对，这个中文是要交换的啊。那我本身是那这边有说过那我，所以他是讲的是古诗嘛，古代的时候，古代的藏族，那我普利，那我普利，那我闽南，啊那我日熊，古代的那个文化，那我日熊，日熊，阿嘞，听着音不的，阿嘞，听着音不的。修果，修果，这个头干的果是这是一个口语的说法嘛，就是修果，修果，修果就是请留步，或者是再见再见后面有嘛，结是结用，修果就是留步，也可以直接讲留步啊可丽佩对，可丽佩就是慢走。
如果卡利修要离开的人，会跟这待的人，就是待在这，你就会说跟他，你要离开嘛，你要离开，你就跟他说修果，卡利修，是吧？请留步，卡利修果，那卡利佩请慢走。结束节，结束节，再见，结束节，结束节，这多了一个是吧？这边多了一个嘛，结束节用double 对，多了一句，结束节，结束节，再见2次了，所以这个是多了一个再见，我们多了一个结束节结束什么？结束嘛用？结束嘛用就是今后不要来的意思减嘛减用可以，减嘛减用就是结束减用是一样，结束嘛用就是往后不要来，是吧？结束嘛用往后不要来，结束嘛去，往后不要做，那个时候就结束就是往后，所以就马去就是不要做，结束马去，往后不要做，用就是来，马用否定前面就不要来，往后不要来，结束嘛了，往后不要说结束嘛谢。好，那医生。不要再不要再见，不要再见了，医生吗？其实，所以这不要再见了结什么吐？结是吐个面，结是吐个面吐不是看是到嘛？吐就是不要再碰了，往后不要再见的意思。结是吐个面，吐不就是见嘛？吐切，结是吐个面结是吐个往后会碰到吗？吐个嘛对，结是吐个嘛，往后不会碰到，好，这个内容就第17个的内容就结束了17个的里面的生字比较难度比较高嘛，17个但是发音方面都应该可以吗？17课的内容，发音你们自己复习的时候，有觉得哪些地方是要复习的，或者是自己发音发的不准的地方？没有，是不是？是吗？我们再从下面这一期第17课，第17个一起从头念一句。那这句子比较长，那顺便练习嘛。从这边开始嘛，第17课从这边我们一起念这个不用，从上面从这边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小鹏啦，拍给录出这边，应该的，颜色的，拍给录制这边，应该嘛的，几件差不多，谁呀啦，拍啦，带着忙不？有的司机，有个人，人忙不汤。사자 첨부래
사 야첨보리 리망보탕 사 사야 첨보리这个地方是你直接可以念撒加千波里或者撒加千波里，地很大嘛，所以你要强调那个地的话，撒加千波里，谁呀啦？上帝偏亲有的是个听着音，应该的。听记声优难度，陪的约呗，上点天子，怎么上点去？家政合作，星期月是写送，星期月是写送。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口语念的话，那个后面的三种我写那个ra的发音不太会强调，就是说星期月是写送，月是星期月是写送。如果是口语的发音里面的话，你们就听到不太会强调这个ra。星期月写送，那只按照字面要发的话，星期月是写送啊，是写送。小峰了，谁呀了钱呢？陆剧头，赔了，开不忙不？穷人，谁给？听着这边，应该的，陪个广播，看了，并且听多，看起谁约着，陪个康巴汤，劝切，陪个面汤，汤吗？别送错吧，看这民度，徐长，文职，破张不得了，特别组织天着，怎么头，公布的，文职，公布，应该的。文职公布应该的，车长怎么去？那位许下控诉下把人谁呀了？普里人气差不有的司机认为。应该的，不穷究极，独自少年，儿子，第八三种，是个的，可对了，赔了，马到，呀，有马的，是个，听着音呐，听着音的马的。周瑜他，新疆鱼了，周瑜他，新疆鱼了羊，呀有的，钱呢？学当天，挪儿呗，挪儿让他别去，那位。普里有些长马了，也有的是我贴，也有的是我贴档，农民多，也有的是我贴档，
挪尔民多。你们这样可以停顿了。亚有里，塞我提档，挪尔民多。23个停顿就可以念比较准。且呢，比例也是，苍马了，亚有里呗，有里，那位比例那啥，苍马了，亚有里，阿嘞，天这音不是，修过，解释这样，那时候罗真就对的差了的。罗真就对，罗真就别来了，我的想，18个比较简单，句子比较短嘛，推送得的，推送得的，推送得的，推送就是30嘛，它简单的30，直接讲简单的30，得的就是简单。你们要简单也是，得的有时候是方便嘛，得的突破方便面，方便面就是得的突破嘛，得的突破方便面，方便吗？方便吗？得的不读给，这样方便吗？听着得的不读给，得的不读给。这个就是方便吗的意思，做什么事情啊？让给2个的钱了，对不对？你做这个事情的话，方便吗？对不？对不对？如果是方便这个念的时候，那就是对不？对不对？对不对？方便吗？对不对？方便？对不对？就是方便吗？可以啊，明天去老师家的话方便吗？对，等你给那个拿了亲呢，对不对？给这里看给先呢，对不对？这句话你说的话方便吗？是吧？给这里看给先呢，对不对？那这里的对不对就是方便，然后就是简单，因为不能这里不能翻方便嘛，方便的时态是看不懂，简单的时态就是比较简单的 simple，simple OK， 我们就是用的是简单的时态，这边的对话非常简单，对你们说应该是非常简单，句子很短嘛。几多啦？几多啦？人的名字嘛，我们人的名有几多几就是非常几扎威严，那多就是很有力量，几扎藏文一般是所以人这边是人的名称嘛，几多啦？키랑 셀라 취베 키랑 셀라 취베 nga khala sa jun nga khala sa jun nga khala sa jun sa jun 那是中文的名字嘛，小严卡拉谁插松呀，是吧？
啊，小燕嘛，中文是小燕，那藏文要霞那都小燕嘛，小燕，小燕，卡拉，谁松燕，空，他的，卡拉什个度，空，他的，卡拉什个度，这样一来，你们看。既然写了区别，那这个是写了区别就是一个问题，你吃饭了吗？对不对？俺看了色菌这个时态就是未来时还没有吃嘛。你们啊口语上面的话，通常我们这边说俺看了啥呀饮还没吃嘛，他要将要吃，俺看了啥呀饮，那。我们就通常是直接用书面，或者是这个时候口头上也会这么讲。俺卡拉色菌是吧？俺卡拉色菌，俺猪菌，俺一个体菌，动词后面这个啥是动词是？那后面加一个时态，这个大概的也是有。任何一个动词后面加一个有的话，这个是还没有做的事情嘛。俺一个体菌，我还没写信嘛。我先天陆军，我还没有做功课嘛。我配了驻军，我还没去西藏嘛。所以动词后面加这个有个那个大概叫有这个的话，那就是未来还没做。那单一的有就是因嘛，是不是？因果的那个因就是那个大概叫有，这是通常是准这就是因果的因。那我们是藏文里面准这因果，所以讲因果的时候，这个是那个大概叫就我把它的扎萨这准这，那就是因果准这。准这有金因缘，因跟缘嘛，有金因果准这。就挪就是财产，在这个时候要就挪，这个讲这个是财产，就挪了。有 no 就跟那个原因那个题目跟原因一点关系也没有。跟原因没有关系，就挪就加了就，那这里也是没有跟因跟没有什么关系嘛，所以他暂时强调是未来。现在你们就记住，在动词后面任何一个动词后面加一个就的时候，那就是它是未来词，还没有做这件事。后句那个小严考了谁松叶，那他是问的是过去时态，就是谁松叶，他已经吃了吗？他已经吃了吗？谁松叶，谁松就是已经吃的意思嘛？谁松舍距里就是还没吃，谁松就是已经吃了意思，所以他问的是已经吃了吗？小严卡拉谁松叶？刚才这边是啥嘛？
对，这边是啥？这边是写本身动词，时态里面的写就是过去式。嗯，那他已经吃了吗？我让他回复的时候，他谈的卡拉十一度十空谈的卡拉十 k 到这里就可以回复了。空谈的卡拉十 k 就是他正在吃饭的意思。空卡拉十一度，也就是他正在吃饭的意思。是这个时态呢，就是正在做这件事。所以你知道空谈的卡拉十 k 这就可以了。空卡拉十 k 空2 k 空一个 t k 空接着写 k 空茶水 k 他在做茶啊这一类的。那你不要加 ski， 就是卡拉 ski 度空2 k 度空茶通 k 度，像类似这些都是正在做时态的话，就正在做。这举个句子比较简单吧。嗯，好，下面的多不啦，多不啦，写了确松哎，多不啦，写了确松哎。嗯，多不啦，它只有一个多什么，这是个名字嘛？多不啦就是人的名字，它后面加一个啦，那什么什么多不啊，几多不啦，什么突多不啦，反正有很多，那他就只说了一个前面的名字。多不啦，写了确松哎，他吃饭了吗？写了确松哎，写了确松哎。哦，写了那就是敬语嘛，对不对？一般是卡拉啊，多不了卡拉谁送哎，那就是完全没有讲敬语哦，卡拉谁送哎，卡拉谁送哎。这个写了呢改成卡拉，那个确送哎就是谁送哎卡拉谁送哎，多不了卡拉谁送哎，那就是没有敬语。那用敬语的时候，多不了卡拉把它变成写了。谁送哎变成确送哎。嗯，那确是平常都是在敬语上面用，写了确，随着确。喝茶也是用确，用敬语的话茶痛哦，茶确，随着确，随着确就是请喝茶，随着茶茶痛没有不讲敬语的话，茶痛，那你们通常是遇到这个词汇呢，随着确。随着去，随着去，吃去，写了去，喝酒，喝水，喝茶，随着去，写了去，啊，这里后面的用的这个确松也是一个动词嘛，确实，那所以跟这相当于确松就是吃了，已经他吃，那你就可以回复谁松或者是鞋松这三个词是同样一个意思，就是已经吃的意思嘛。空写了确松，空写了谁松，空写了鞋松，这三个意思都一样。你怎么回复都是说吃了的意思。
키랑 lobster 페베 키랑 lobster 페베啊 키랑 lobster 침배如果用配备的话就是一个敬语，亲别就没有用敬语了。키랑 lobster 침배 키랑 lobster 침배 키랑 lobster 페베 나 lobster 침배인 나 lobster 침배인你要用拉的话，那就不要拉，这是拉那个嘛，所以是用拉的话，俺 lobster 拉清白，俺 lobster 清白，lobster。那口语里面的话，就那个通常口语的那个学校的念法是 lobster，就是那个哪肉会漏掉口语发音嘛。lobster 肯定吧，看到 lobster 肯定吧 ，lobster 没有用到 lobster 啊，拉萨口语的发音里面就会那个漏掉了那个哪肉，大概 lobster 肯定吧 ，lobster 啊，这个你们发音的这个不同的那个那这个是地方语嘛，就是拉萨的大部分口语里面会听到的是 lobster。我几乎听不到 lobster， 不会刻意念到 lobster， 都会叫 lobster， 发音差不多，有点差别嘛，没有那个哪肉的，一个是 lobster， 一个是 lobster， 就念萨拉达拉哪肉 lobster， 没有那个哪肉的话，萨拉达拉帕 lobster。啊，红年 lobster 的lobster 的lobster。OK， 你要前面看看那个第一页，还有前面那个句子造句，从这边开始了，这个应该记得哈。我们这边用的是几度，你们不一定要几度，你们就复习一下，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句子啊。你们只可以互相问自己的名字。那如果是一定要发音，想要练习发音的话，那也可以用这个藏文的名字来去练习，对话一下啊。麦克风有吗？こんばんは。尊敬のみんなから席へ。みんな진동席へ。진종 나 계랑 세라 최외. 카라 세규인. 진종 진종 카라 세송에. 不行，这还是不能改啊，这个你可以改，这个改，你可以改其他同学的名字啊，你可以想。给哪开了谁总耶？那你给哪空단다 카라 사기도。空단다 카라 사기도。还有下面，还有下一句，那。嘴骂了，写了최송에。嘴骂。所以你就回答其中一个嘛。对，可以。你就回答第二句的其中一个。최송。계란 럽자 페페。나 럽자 치마인。나 럽자 치마인。 향기 제나 가르치기 위해秋萍。
秋品啊给人写了缺北我卡拉撒九因，就你卡拉这种人，空塔塔卡拉撒基度，下一页下一页，嗯，搞错了，写了这种人，搞错了。他跟我说，对，他跟我说可以恢复正确的。给人录出了配备，我录差千把音，错记啦，天让写啦缺北，我卡拉撒九音，好，OK，这个地方这一来看写拉区别，对不对？如果这个地方看写拉区别，这个晚餐用晚餐来说明的话，晚餐公妹写啦，公妹哦，看公门写拉区别，公妹。公门或者广州，广州写拉，拱锥写蜡啊，天让拱锥写蜡雀北，那公妹还是公锥？广州可以，公锥写啦，全民度，全民度，我人工写啦，满波写给写松写送。哦，所以你看，自己就用我广州宁国卡拉蒙古三百音。谁把音？哦，因为确松是这个是敬语，自己不会用敬语。那写松呢？你广州卡拉蒙古三百音谁把音你自己嘛。就不会用松三松我就是第三人称你要解释的话，用卡拉蒙古三松。我广州卡拉蒙古三百音。谁把音？三百音。Judy 卡拉谢松诶，那，Judy 卡拉三松诶。空塔达卡拉萨基度，医生写蜡雀松诶，谢松，确松可以啊，那就敬语嘛，对他的一个敬，天让六扎佩贝佩贝，六扎佩贝，我罗扎千把音。安妮啦，给人写到缺北，我卡拉撒九音，安妮啦，萨松诶，谁松诶？三人称我不应该这样问，应该是给哪好了，给哪萨松诶，给那卡拉三松诶。给哪卡拉萨松诶，空坦达卡拉撒基度，空谈的卡拉谁多？空谈的录制球名多，空谈的卡拉谁？到啦写啦缺松诶，斜松，写松。
Kirang loja pe be。 ngã lô cha庆白银，俺罗这七百音啊。那我们这边的罗这其他南区罗这的配百音呗，我们就加一个南区佛学啊，其他南区罗这的配百音配百，其他南区罗这的配百啊，南区罗这七百音。如果是我们这边是一个造句嘛，对不对？你们如果当下这个造句，这些当面的一个回复可以回复的话，都可以啊，就是不是别的，就是说，刚刚比方说，比如说，你给他考了他刚刚有个同学讲，他说，我考了10句，我今天晚上没有吃，因为什么呢？我今天中午吃了很多，对，像这样就回复嘛，对不对？像这边的这个句子可以改啊，这个不一定是你如果是按照这个方式，什么个不会？就地啦，客人写了确白，安卡拉萨 Q 音，冰箱，跟客人跟啦，卡拉谁种的？空塔达卡拉萨 Q 读，空堂的哈拉谁给读？都啦，写了确送的，谁送？可以，我们这边是写送可以写送，那如果长句加一到了写了写送，到了写了确送，所以说这个回复是到这里是已经是回复了嘛？我看到了写了确送，整个句子来讲的话，对，客人人去落扎配白，俺拉人扎七百音，落不差的，落差七百音，落不差的700音，我落差700音，700音，对，700音。对。冰箱啦，客人写啦，切松切白，区别，切白。我卡拉撒九音，安尼啦卡拉谁松呢？安尼啦，卡拉写送诶，谁松呢？空塔达卡拉撒基度，晋东写啦，切松呢？切松呢？谁进？晋东啦。好了，进到了写了确送诶，晋东写啦确送，客人落扎配白，我人却落扎庆白音，所以啦，客人写啦确白，我卡拉谁九音，啥句音？啥九音？一生卡拉谁送诶？空塔达卡拉萨基度，你说那个手多？就地啦，写啦确送诶，就地啦，写了确送，客人落扎配白，我拉扎庆白音，该我了。
秋萍，秋萍啦，啊，平对不起，平一啦，平一啦，K让写蜡雀呗， 나칼라 세규이 冰箱拉卡拉萨松耶，谁送的？谁松耶？嗯 콩타다 칼라 세기도 嗯，还有谁啊？秋萍啦，写蜡雀松耶。 쉐송 K让肉炸，配备， 나로자 지바이 嗯，清白人， 힘바이 清白人，嗯， 아이비라 케랑 쇼파 칼라 추베 嗯，看来小波些，看他去呗。 nga shoba kala 세송 인 哦，세바 인 对，谁白人？哦， 세바 인 我小波看他谁白人就可以，对。 까초라 칼라 세송네 야초 콩 콩타다 칼라 세기도 嗯，空档的卡拉塞吉图，后头刚刚讲到名字就可以，加州拉塔达卡拉塞吉图，那个空是代替嘛？对，可以。 冰箱啦샤라 초송네 哦，冰箱那写了缺松的，对， 초사 缺松 최소 哦， 케랑 나초 벌 나초 벌이 라디오 나초라 케랑 哪句 벌이 落这儿可以啊， 벌이 로자 普语落这也可以，哪句落这也可以，两个都可以。 아 케랑 벌이 로자 페베 나可以 로차 칭바인 对， 야초라 키랑写蜡雀키랑 写蜡雀背缺呗，雀背嗯， ngã ngã sẽ bảy 嗯， 빙이라 칼라 세송네 谁松耶？ 칼라 세송네 嗯， 빙이 단다 칼라 사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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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十一就可以了，对， 秋萍啦 센라 최송예 하고 마송 지지나 啊，还跟我说几钱呢？ 나최 로상 키랑 나최 로상 페베 佩佩， 페베 ngã nang chue lop cha chim bảy 嗯，对，俺就落这清白。这边有话筒，有。 医生啦开朗公门写啦缺呗 我公文写的사기인 아니 른보체写啦缺送的 콩 단다 카라사기 콩 단다 카라사기 아니 빙이라 写啦缺送的 망보세자 최송 아니开朗 낭체 진짜 페페 롭자라 찐바인
好，这几个句子平常都会用得到的，还都是跟你们的互相藏人和在某些中心里面跟交流的话是用这种的。有些人看你们台湾人不是吗？他一见到假爸爸妈妈，就直接用没什么话题要谈到小拉去呗，用这个句子来跟藏人师傅聊天嘛，그냥小拉去呗，그냥 소주去呗，그냥小拉去茶呗，그냥小拉去运呗，그냥小拉卡了搞不有，啊，그냥小拉卡了搞不有，你喜欢吃什么？啊，你喜欢吃什么饭？啊，그냥小拉卡了搞不有，그냥台湾给卡了搞不有呗，啊，그냥藏人来台湾的，刚开始很多人不喜欢吃台湾的饮食嘛，现在你就，不是了，그냥台湾搞了搞不有呗，啊，不是了，그냥台湾搞了搞不有呗，是吧？不是了，그냥台湾搞了搞不有，그냥 톡了搞不有呗，톡面，그냥 톡了搞不有呗，그냥现在了搞不有呗，这饭。这就是直接用嘛，那口语就是敬语的话，现在，像现在那个我以为，就几个句子就可以发言出研发很多用词嘛。像现在那个我以为，像写报那个我以为，爬嘞，写报，冰，像写报那个我以为，真的多去，直接那个我以为，像。직접 취할 가보이베. 직접直接不讲的话，你 그냥 커피 취할 가보이베. 그냥 커피 취인베. 用这个短短的句子都，里面自己有一些都有去有一些东西里面就去的话，那就是跟中心的法师可以聊天了。你们这样机会才可以有练习的机会啊，不然台湾在环境里面就是用不到这个藏文嘛，还是跟藏人接触的话，要聊一些主动聊天的，发音，所以听不懂，他再跟你请教，再会问，再问的时候在你这讲，他会给你纠正这样才会发音就是变回就是成为标准的发音，就会改善了。万是跟每一个语言都是一样，没有讲出来的话，就是自己以为是懂了，但是讲出来的时候就是发不出那个声音，就一发不出声音，发不出标准的，就后续的就不敢问了，就宵夜。对，我是在想到刚刚的宵夜是不是要业障要消业障哦？这个方面我也是想到这的，我宵夜。对，这个是应该是。应该字典里面你们查一下，这个是有特别直接有翻成的宵夜的部分。我是不是很清楚？直接宵夜通常是前面写了，就是在半夜吃嘛，这就是乐队。晚餐以后吃的，有藏文的专门的有翻，应该因为这是中文里面的一个有这个习惯嘛，吃宵夜的习惯，或者下午茶之类的。标准的有吗？宵夜，这个中文的宵这个字它什么意思？宵？半夜嘛，
嗯，前面写了，前面写了吗？还是前面就是很晚的意思？啊，前面写了。啊，晚安的话，前面的嘞，前面的嘞。晚呢，我到叫前面的嘞。嗯我现在想到的是前面写了，是吧？前面写了，或者前面卡塞。前面卡塞，因为卡塞的话，就是它不一定是一个固定的饮食，它是你是在饿的时候随时吃的，有点像点心嘛，卡塞，所以就是前面卡塞，哦，卡塞嘛，打 Q 你的那个答是未来式吗？打 Q 你，这个吗？啊，对，未来是，打 Q 你的答，哦，就是对，未来是，是运营，现在也没有后加字，没有前加字啥。这几句的对话是很短嘛，比较短，对不对？句子上面，以句子来讲比较短。相较之下，前面第17个的句子比较长，对不对？蛮长的。我们先休息，休息。
看书就会念嘛，把书折起来啊，就每一个语言都是这样嘛，就是有时候是不看书，都讲短句的，就会习惯性的就会自然而然的会口中会说出来，不然要看书会都可以。书折起来的话，那就都每一句都很难说。这是好像每个学语言都是一样，都是应该要在学语言方面不用害羞，害羞的话那就是我这个语言永远学不会。当然了，有的是大部分都是学藏文是为了学佛，那学佛不一定说学口语，直接会看得懂念就可以，也有会这么会想嘛。当然很多都是可以去听法的那个讲法者，大部分用藏文的时候，他是用口语的方式来解说讲解啊。好，到了，lobster lip du ge，到了 lobster lip du ge， lip 下 lip du lip 松 pip 下，这4句都是可以回复。到了 lobster lip 下。到了 lobster lip du， 到了 lobster lip 松，到了 lobster pip 下。完整的句子是前面这个讲完就回复是后面这个又来了这一句，所以回复的时候就直接 lip 下就可以，它前面就不用重复嘛。但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前面的句子也是个一起重复来念的话就是一个练习啊。对。pip 就有来跟去2种意思，配松，空 pip 松，这个有2种，是他去了吗？他还是来了？就看问的是什么，对，你真，lobster， 主读耶，你真，这个你真是藏文里面你们懂吗？就用你真。4个名字，你们懂吗？就用你真，你真 ，lobster， 主个读给，你真 ，lobster， 主给，你真 ，lobster， 主给读，主给读，主给，你就用前面的句子，后者是主给读，就跟前面跟上面的一样，就是回复的过程当中。2个都可以用。Kiran， Kermula， 这边是藏文是 Kormula， 这是戈尔木，戈尔木是那个四川那边的吗？还是戈尔木是？从西藏到内地的时候，那个西藏去中国的那个期间会遇到这个地方嘛？戈尔木，它也是一个城市吧？戈尔木，青海地区的吗？我会经过戈尔木，Kiran， 戈尔木了，这个藏文是科尔木拉，是不是？科尔木，Kiran 科尔木拉，
主个音，送给多，配备，或者说亲别，k i 我们这个格尔木地方这个不念这个呀 k i 高雄了，主个音，送给多，配备。你说要去高雄，去了吗？这个意思嘛，啊。主语音，到我的，切松，到我的，切，松西，记了，主音，到我的，切，松西，记了，主音，切，松西，松西记了。主音是三后四的意思，这个次就是号或是日，3号或者4号要去，这个记了就是习了的意思嘛，这松习记了，这松习了，这个记不是一的。不是一啊，它是定冠就是的后者有时候用这个词来去表示嘛。这松西几个主音就是3后4，不一这个记呢不一定是数字，其他后面这个西跟即是用法一样，下有个西改西，主要是看它的后，因为它是没有后加字嘛，它是用后加字来去标准来去写即或是西或者西，比如了落的西读，比如落的西读，比如落的西读，落的西读，比如落的西读，不是说有一个学校，那边有学校的话会用比如新东几读，就是那边有一棵树，所以那个棵嘛，用单位来去表示，小梨，组织读业，小梨。组织读业，它的组织密度，它的组织密度，入住了，气密度，入住了，入住是年底，住就是底，入住了就是最后的意思，所以年底入住，得住，省住，省住。周末，省住是周末嘛？得住就是月底嘛？这边入住就是没有研究。省住。等住，那我们这边是轮住，省住、得住、轮住，周末、月底、年底。而且是以前也讲过嘛，那个主字那个字动字后面讲那个字的时候就打算嘛，对不对？歇字打算要说
动词，这里的用的动词是走，要走去。那如果是换这个其他的动词，后面加那个字的话，那就是打算什么什么，就打算要说，打算要回去，打算要做，起字、写字啊，起字啊，什么意思？手机可以啊，动词后面几乎都可以啊。手机就是快，打算要做嘛。手机对，打算要做。通知读喝吗？啊，通知读，他通知读，他打算要喝。这个用法是这样。好，这个根目你们不用记了，这个根目没关系，任何一个换一个任何一个地方的名字就可以了。那书面上面用了根目好，向前面看一下，这个就上一段这个发音应该还可以吧？我再念一次啊，到了 lobster 主字读给lobster lip 读给，抱歉到了 lobster lip 读 lip 下 lip 松 pip 下你真 lobster 主给读给你真 lobster 主给读给你真这个写错字了这个是不是拿？这是爬，这个用了我完全写错字，把那个拿抡它这个错字了，这个错字嘛，要落这嘛，这个抡它对，这个错字我打错字了。对，你真lobster，主给读，下一句，기랑高雄了，主给人送给多，佩佩，亲贝，主运，大瓦地，菜。松西记了，主音。如果是不去直接念松西的话，松阳呢西，到我的菜，松阳呢西了，主音。3后4阳呢，这中间加一个阳的话，松阳呢西了主音。那就不用用个记养呢，养呢，中间要加一个汉的话，那就是养呢。养呢。小李主字读给，小李主字读给，他的主字名读，录住了，器皿着，录住了器皿着，器皿，名着，不是不去，这里的器皿着是可能会去，应该会去。所以这不是否定，虽然加了一个否定，但意思完全不是否定，就是说，器皿着就是应该会去，可能会去。那如果是直接明着的，另外一个你就刚刚就说，不去，说比方说其他落不到读音呗，你就说如眠嘛，我不去。
那简单的有时候民主，有的是 Andrew 民主，Andrew 就是去吗？对不对？我们前面问句的时候按照过哎 Andrew， 哦，有些地方的人会这样问嘛 ，Andrew Esa， 对不对？问句前面叫哎Esa 一桶就是要喝吗？喝吗的时候就是前面用句哎，那你就是这边民主就是不去。印度就民度，民色马色是不吃嘛，但是民度就是，但是这边弃民度不是说否定，就是可能会去，这是藏文的特殊的用法，这个，论住了，弃民度，或者弃原度实际就是他可能有去的意思嘛。契约者，可能有去，契约者，亲不引主，契引主不会说契引主，很简单的现在年轻人他讲的话可以这样讲，契引主，亲不引主就是可能有去，亲不引主这个是说，可能有去，已经问的是已经过去的事嘛。已经发生的吸引者，他可能有去。这个是还没有发生的事，可能会去嘛？气面者。轮住了气面者，轮住了庆祝，轮住了庆祝，轮住了庆祝，也可以，有的人也可以这么回复。轮住了庆祝，不会庆祝，但是讲话的过程当中，大致上会用到这样的气民主，扫我民主，空给扫我民主，可能是他吃了吗？可能是他空给扫民主，空给扫我民主，可能是他吃，空给扫我民主。空给扫我民主，这个已经空给扫我民主，可能是他吃了，空给扫我民主，这是谁吃的，是吧？这个谁吃了呢？空给扫我民主，可能是他吃了，用法上面，这一句你们可以对话一下吧，你们不念，我不晓得你们的发音有没有准。对，2页从到那个是晋东，东，东京的东。精通了录下 laptop， 哎，不对啊，这不对，这个要画第三人称，不好意思。确定吗？偏向了录下 laptop， 我没有听清楚。偏向了录下 laptop。偏向了录下 laptop。他全部就念出很好。确定了录下做几多个？确定了录下做几多？그냥 코리아라. 코리아.可以。코리아可以啊。그냥 코리아라. 저기 숨기도가 페페. 저기인 나와디 제 숨쉬지라 저기인. 对，숨쉬지了저기인. 小李做这多给谈他做知名度录住了亲民族轮住了亲民族轮住了亲民族
就地啦，六處六叉，六度嘅，就地啦，六叉六度，小片啦，六叉就幾度嘅，嗯，问我自己，嗯，小片啦，真渣就幾度嘅，紧张走机赢。哪里有银那如果是讲我自己，是要讲赢啊。啊？那我紧张走机赢，我在这儿找银，我紧张走啊赢，啊走啊赢。嗯，客人台中啦，就幾人，送去度嘅，送去度假，送送去度假，送去度假，佩佩。对，做九赢，大我伫切松时节啦，做几赢。行錯就知讀嘅，他打做节面度，落酒啦，清明节，清明节，就你啦。你们就不能换一个语种，然后说 Ivy 啦， Ivy 啦，六叉六度嘅，泪下，萍乡六叉做几度嘅，您萍乡落扎做起度，天然假家啦，做几引送几度假，佩佩。做叫因大我伫切松时节啦，做起因。廿岁做几度嘅，他做自民度老酒啦，清明节，对，龙就了七米老钟，酒啦，清清明明节节，仁波切啦，公巴累度嘅，嗯，也不见啦，公妈累度，我把来都来不上，对不起，跟啦，缺错紧张做几度嘅，嗯，跟啦，确错度个，做几度，对，平常缺做真正做给多，嗯。这样改变就是很好啊，就可以让请问一下菩提迦叶怎么说？菩提掉，那个是多杰，多一点，多杰店嗯，可以让多杰店啦做起因送基督噶，配备，做九银。大我伫，应该是大我伫这孙时节啦，做几人？你不？可以让做基督给哦，这样子对，可以让做第三者要有个讲人，不能用第二者。 OK，如果这个地方用第二者的话，那把那个读给把它翻成预备，可以让主自己预备。哦，好，可以让做自己预备。谈到做几，没，对，谈的主字面，这个不能用主字名度，这个要如果是第二人称，你自己回嘛，谈的主字六面。九啦，清明节。哦，不是，我好像不能这样回答。对，
自己很确定吗？落酒啦，忍住了，落酒啦，主音，就给哦，或者说偏近，嗯，大概大概偏近忍住了主落酒音，了，就不确定嘛啊。冰箱啦，落渣，热度嘅，嗯，哦，酒瓶，秋萍，不需要拿嘛，酒瓶落渣，就给度嘅，可以到这里就主意就可以了嘛。那如果你不让他主给读，客人，到底点啦，多几点了啊？到节点啦，就给因送度嘅，送给读啊，送给读啊，送给度哇，卡，送看上多几点了？卡，送给读，看上多几点了？读给送给读啊，送给度读卡，卡，配备。主句音，主句，就就主句音，就嗯，可以，这送羊呢，洗了主音，这样可以，对，不然不用羊的话，就是直接松西是一起念，松西这个了，什么西？这个了主音，松西一起念连接，那刚刚很好，把那个用了羊，冰箱，多节点手机读嘅，哦，读这读给，他大酒精密度，落水啦，清杯，气民族，去民族，轮住了，落酒啦，气民族，去民族。嗯。水啦，落差嚟到嘅，列读给，嚟到嘅，水啦落差烈度，秋萍啦，落差做幾度嘅，秋萍啦落差着記，客人打爛沙啦，哦，让打他色了，客人打爛沙啦，自己引送去送给读啊圖，國家啊，配備。佩佩，配備，嗯，着叫人，大話啲車送人那死啦着記，嗯，京東做京度嘅，他大着知名度，落就啦清民族，嗯，醫生啦落渣配度嘅，醫生啦六扎配度，嗯， Ivy 啦落渣着記度嘅。Ivy啦六扎做基度，客人波达拉啦，做基因送基度假配备，做叫人大話啲車送羊那這做叫人羊如果用羊的话就不用这个，哦，送羊呢，送洗羊那是洗了读给，是啦做叫人嗯，秋萍啦做基度嘅，
他打着记民度，打哇，可以说打哇嘛？打哇就啦，清明着打哇住了就啦啊，十月吗？啊，轮住还是这是哦，等住了哦，打就打哇住了就是等住等住等住了啦，清明着。清明着，这个时候月底的话，那也等住打哇住了。如果把打哇的住了，打哇的住了打哇的就啦啊，，我又开始平一啦，碌渣 lap 度嘅 lap 度嘅，你要问谁？见啦那是第二人称。哦，見啦碌渣 lap 度嘅，很怪，见啦，落扎列松，哦，冰箱啦碌渣 jogi 度嘅，冰箱啦，落扎就几度？哦，主机头后面那个。還有 K 讓台北啦 jogi in 送機度加配備。就几影主就引哦，就几影，大瓦的切孙喜记啦，就几影，哎，我的是苏米西这个了，主引秋萍做字讀嘅，他的就记名度，落住啦，气名住，轮住了，住啦，去气名住。加错啦，萨康，萨康列度嘅，哦，叫做了撒汗了，萨康啦，列度嘅列度嘅，阿康累读哦，撒汗了列列下，哦，撒汗了列都可以。安尼啦，罗扎，出基度嘅，阿尼拉洛扎读给哦，主气，主记케랑 니폰啦，出基因숨기度个，佩佩，主记营主就引，主居营大瓦迪切顺新价这个了，新价进啦，主引，主记营对，苏米西这个了，主引，就是只能做嘅。树开啦，出基度嘅，他当主气，主居民度民度，罗罗就了，住啦，气民气度，民度气民度着哦，罗就了气民度。平移啦，落差啦，列度嘅平移啦，落差列度，阿尼啦，落差主气，主記讀嘅讀嘅安尼啦，落差做幾度？ ，Kilam benje kang 啦，啦，主气，主記營送给送機讀杜啊，噶，佩佩佩佩，佩佩，做叫因大瓦啲車숨쉬지啦，做叫因冰箱这个要用手，可以，冰箱，啦，
主治조지 두 개. 저기 두 개. 당다 조지 민도 로주라 친민족 对，哦，可以改啊，不一定要这边。아니라 낭최 진짜 랩두개 간마주 인nguyên 낭최 진제 랩두. 아니 咁么就我啦，那就真的，咁么注意我啦，那就真的来多，咁么就10分钟前，咁么注意我啦，啊，咁么注意我啦，啊， 아니 진짜 낭최 진조 참말 저기 두개 哪去什么？缺로조 낭최 진짜 참말 저기 두개 落着哪去 진짜 참말 저기 두개 啊？全部同学吗？啊，落着仓吗？ 로조 참말 哪 낭최 去真 진짜 的 저기 读给 두개 啊？全部同学都去佛学班吗？嗯。 독초 참마 낭최 진제 조기도. 걔랑 다음 살아라 저기 인순기도 패패 조기인 다와디 체 뒤인기에 찍라 조기인. 아니 림보치의 저지 두개 단 이게 뭐지 조기도. 단다 조지도. 다주라 친민족 他的组织名度 조지도 打算不能说或者他的现在要去吗？打算现在要去啊？他的组织度就是现在打算要去嘛？他的组织度打算要去啊，大概月底要去。那你就借用组织度打算要去，不要用他的话现在要打算要现在打算要去，对，组织度轮住了7名多，对，打算要去，那可能是年底要去吧，对不对？打算要去，那什么时候去不知道，所以组织度轮住了7名多。打算要去，可能是年底要去吧。这样中文顺吗？很好，你们的对话这好，下一句七呢？俺啦，连起肉。七呢？俺啦。连起肉，连囊肉，连囊肉和连起肉都是一样，就请跟我说一下的意思。连囊肉就是请跟我说，但连起肉就是跟我说就没有敬语，懂吗？连是回复嘛，要说。所以那囊就是请，这里就起肉就是请跟我说一下。七呢，俺啦连起肉，俺啦连起肉，七呢俺啦连起，拉索，囊大名，男性连需求。男性连需求，拉索，男大没用，男性连需求，是吧？男大没用就是没问题，男性连需求马上告诉你，
立刻会，朗心就是有立刻或马上。南大肯定多，南大明度就是比如说你身体如何，骨素肯定多，可能速步肯定多，是吧？可能速步肯定多，你身体如何？南大明度，哦，没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南大明度。这个南大所以也可以这么啊。南大明用，这个是南大明用是南大明用就是没问题。这边用的南大明用，我刚刚跟你们说南大这个南大是也可以用在其他地方。我说身体如何呢？南大明度。哦。啊，那说南大明度不是这里说不能用南大明度。哦，这个是卡的钱呢啊，好问题啊。那时候南大明度这个是就是回复不完整，就是没有搭上。你要说可以没问题嘛？你要说的是可以没有问题对，就是完全放心的意思嘛，请你放心，没有问题啊。那你身体如何说很好的时候，就会说南大明度，我身体很好，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对自己的身体完全没什么问题。那个时候是属不南大明度，你对自己解说嘛。南大明是对这件事情没有问题啊，这边讲的对一件事情没有问题。南大有马这啊。你可以放心，他做事很好。什么叫嘛呢？南大有马的，他第三人称叙述的时候，这个人完全可靠嘛。南大有马的，남생连需求，哦，钱呢？我去了几主因。钱呢？我去了几主音，这个念的停顿要记住啊。钱呢？我去了几主音，就4个嘛，对不对？钱呢是一句，我就念一句这个停顿，去了几主音那我去一下外面，我出去一下。我前呢，我去了几主音，那么我出去一下如果再见嘛，如果就是也就是说，这边是可以说再见 goodbye， 或者是请留步，所以都可以解说。卡里修对，拉索卡里佩，哎呀，请慢走了。那说卡里修卡里佩，对。这个句子是这边是用这个方式用。这个地方可以吗？发音我们再念一句亲呢，我了连起肉，连囊肉，拉索，南大美容，男性连需求，钱呢？我去了几主音钱呢？我去了几主音这个地方是有这样的。钱呢？我去了几主音，如果拉索卡勒佩，到这里是18个的18个句子到这里结束，18个。18个很简单吧？哪里？男性连需求，把需求是合在一起念。你要把连单音念，或者是你三句一起念。
连需求，连需求。即便你三个字一起念，还是用连是单音念，连需求。男生连需求，对不对？可以吗？这个男生立刻啊，连需求，对，立刻回复也可以啊。大名可以理解成不用担心吗？可以啊，那没用啊，那没有，老师那没有，不用操心，没有问题啊，不用操心。含义里面就有不用操心的意思，含义，那没有，好，说那没过，那没过，哦，那没过就是也就是说，不用担心啊，那没过，那没有，这两个都含义是差不多，哦。就是叫你不要担心，叫你不用担心的意思，叫你不用担心，那没用，那没过，后面就是说再加的话，其他深圳马气，你不用担心，那没用，其他深圳马气，只是没有加这一句，其他深圳马气，你不用担心。OK， 好，我们就念诵最后的那个修行八颂。好，我们一起念啊。老中这个节目修说，我们一起念是。好，下一句。大你心界tham界啦，一起诺布列拉别，全球รู别三八一，大都七八真八的修，康都苏当筹别切，大你归来面大心，先啦三八他八一，超都七八的真八修。全浪滚度人语啦，多吉牛母野马他，大仙莫入前边那，真的东年多把了手，人心眼别心间你，地度差不能通切，人间跌宕切把心，你把各位紧紧修。大拉先给差多去，西古拉索米里别，全个让给两把啊，这个先拉给我说，看了大给偏大别，热瓦切瓦康熙去，新都米里女前那，新年谈把儿大我说。多南我当举把一，偏的马南归了不，马也那当东眼归，三位大了两把的手，铁大归娘学业给，都被体面马把心，去跟有马的西北路，西面青蛙来吃手。我们就七心八颂念了。那回去的时候，路上要不要生气烦恼？把那个念完之后，要回去的过程当中唠唠叨叨，不要把这个不要忘记这个里面所讲的啊。好，老师头一起，你肯定这里的想一哪是吧？老师